Hello，大家好啊！今日又嚟到我哋每個星期嘅趙 Sir 同你傾下偈啦。我哋呢度係 Terrace Chill Building Coach 趙善立建築教室，我係趙 Sir。今日同大家分享一個我諗大家非常之有興趣啊，記咗要聽到尾嘅。呢個就係你應該要擁有乜嘢嘅資歷或者一個特質咧，先至可以即係比同行揾錢多咧嚇。咁究竟你知唔知了唔了解自己咧？咁我哋今日咧就會講關於係喺嗰個專業範疇啦，同埋你嘅個人嗰個能力啊、應變能力啊、性格啊上啊，種種嘅關係加埋一齊，或者你嘅資歷啊，同埋你個所擁有嘅特質，咁點樣先可以比同行揾得多錢？咁人哋可能都已經都係大學畢業啦，佢就揾5萬蚊，你點樣有權去同人哋揾即係10萬或者15萬以上咧嚇？咁其實有咩特質咧？嗱，我哋分開幾個層面講嘅。首先講翻你嗰個人嗰個專業資格先。嗱，我哋喺建築行咧就不外乎就係如果專業資格嘅係講緊AP 啊、RSC 啊或者香港 IE 呢啲咁嘅資格啊。咁作為一個 AP， 可能你係一個工程師裏邊嘅界別啦。architect 則師個界別啦，亦都可能係building surveying 一啲嘅界別嚇。咁呢幾方面咧，你最後都可以譬如攞翻個香港 IAS 嘅資格啊 ，building survey 啊，或者係講緊香港 IE 裏邊咧 building 啊，或者係structure 啊、civil 啊嘅界別，亦都係當然可以係香港 IA 則師嘅界別。咁最後都可以攞到一個 AP 一個即係認可人士嘅資格。咁呢個當然係我哋建築業即係專業人士裏邊咧比較天花板嘅位置啦嚇。AP 即係呢個認可人士。咁除咗呢個認可人士，點解佢咁值錢咧？咁佢對於嗰個法例啊，點樣同幫呢個業主啦，同點樣爭取嗰個地積面積啊，即係 GFA 啦，點樣去熟習個法例啦，點樣去同即係有關嘅政府部門啊、屋宇署去溝通啊，同下邊顧問啊，點樣做一個 leader 啊，同 RSC 啊，同承建商裏邊嘅溝通啊，同業主嘅溝通啊，入職都係靠佢嘅。咁所有法例啊、表格啊，都係佢係一個專家。咁所以佢係一個即係喺建築業裏邊咧一個最專業人士裏邊嘅天花板啊。正所謂係對業主又得啦，承建商又得啊，對政府都係要靠佢嘅。咁呢個係其中一個我哋嘅專業人士。咁我哋再另一個啦。咁我哋你都知我哋嘅網頁裏邊咧，就主要想講翻一個承建商嘅。咁所以咧，我哋今日都會提埋，除咗 AP，即係包括當然裏邊可能你係香港 IS 啊、香港 IA 或者係香港 IE 裏邊嘅範疇，唔同嘅範疇啦嚇。你可能係結構咧 building surveyor 嚟嘅。亦都可能係標打嚟嘅嚇，咁都係可以，或者係則師底嘅都可以做到呢個 AP 嘅。咁另一個就係我哋講緊註冊承建商啦。咁註冊承建商裏邊，我哋其實有啲咩範疇咧？大家都應該知道啦。咁除咗 AP 之外，做建築一定要有承建商啦。咁如果你做承建商，你做得一個即係專業人士，或者你係最 top 嘅位置，或者甚至係老闆，咁你必須係要咩啊？有牌照。咁牌照係邊幾類型咧嚇？咁我哋分開幾個階層先啦。可能你係一個註冊一般建築承建商，我哋叫做大牌啦，就係起樓嗰個牌。一般私人就可以做到無限金額嘅。咁另外有個 RSC 啦，咁即係一個專門嘅承建商嚇，包括係拆樓啦、demolition 啦、地基啦、foundation 啦、site formations 啦、ground investigation and field works 啦，同埋一個即係ventilations。除咗註冊一般建築承建商起樓嗰個，通常係 Mingcon 啦。咁另外就有5個嘅專業嘅範疇嘅承建商嘅。咁呢啲就係一般係屋宇署裏邊嘅註冊牌照。咁當然你亦都可以因應你做嘅金額咧再上嘅。譬如你攞埋一個發展局裏邊嘅A 牌啊、B 牌啊咁樣。咁A 牌係做到億5啊，跟住 B 牌就係4億啊咁樣。咁呢個可以逐步慢慢再上。咁另外亦都可以攞一啲嘅CIC 裏邊嘅專門承造商嘅資格啦，係唔同 trade 嘅。而家去到即係20幾個範疇啦，即係例如釘板、紮鐵、落石屎啊，嗰啲天花啊、鋼結構啊，甚至係嚟緊
printing 啊、園藝啊，咁嗰啲都有嘅。咁呢啲牌照你必須係要攞到，咁即係話你要除咗係可能你係一個專業人士，頭先所講攞 AP 或者即係再上攞 AP 之前嗰啲嘅資格，例如係工程師啊、surveyor 啊，咁嗰啲嘅資格之前咧，都係關於可以做到一個即係建築業裏邊專業人士一啲嘅範疇資格。咁另外就頭先所講啦，即係註冊承建商嚇，頭先所講啦 RGBC 啦，另外嗰5個專業嘅範疇，亦都可以係 CIC 裏邊一啲嘅專門承造商。咁另外再講到落去咧，就係會有可能會有一啲小型工程嘅承建商嘅，小型工程承建商咁可能係1、2、3級啊咁樣啦。咁呢啲牌照或者呢啲專業人士，就係你必須要擁有嘅特質，先至可以，即係無論係牌照啦，咁你先至係可以喺建築行業裏邊揾錢俾人多。咁除咗呢啲牌照之外，其實仲要擁有一啲個人嘅特質嘅。呢啲個人特質係咩咧？嗱，我哋一般咧頭先所講啦，註冊一般建築承建商，你需要係點解佢有佢個賺錢能力啊？因為佢可能好熟一啲嘅地盤裏邊嘅安全啊、法規啊、監工計劃書啊嘅運作，咁所以佢係比一般嘅即係承建商裏邊嘅未考獲授權簽署人嘅人士咧，就個知識係比較廣泛，同埋咧避免到好多嘅風險啊嚇。咁當然佢係做呢個獲授權簽署人咧有一啲嘅資格嘅。如果你淨係想做獲授權簽署人咧，必須係有文憑或以上嘅學歷啦，有5年香港經驗，裏邊有18個月係簽到一個做過 A&A Works 或者 Superstructure 嘅經驗，咁就可以去屋宇署度做一個面試嚇。pass 咗咧，咁你就可以攞到呢個獲授權簽署人。如果你仲要送埋一個 Technical Director 咧，就必須要係有埋呢個學位嘅學歷啦嚇。咁嗰個頭先所講嘅經驗就差唔多嘅啫。咁點解咁吃香咧？呢啲人士咧，一般嗰啲大型公司嘅老闆咧，都會聘請你哋呢啲咁嘅 AS 專業人士咧，就做佢公司嘅牌照嘅持有人嚇。咁佢哋識得好多喺嗰個公司裏邊嘅，無論係嗰個法例啦、安全啦、環保啦咁嘅範疇裏邊咧，都係即係掌握得好好啊嚇。咁佢哋係好搶手啊，因為喺個市場上咧，除咗係好吃香之外咧，而家香港大約嗰個 RGBC 係得嗰700幾間啦。咁而 AS 嘅比例講緊獲授權簽署人貨嗰個註冊一般建築承建商。咁佢其實嗰個比例只不過係1.4、1.5倍，即係每一個 RGBC 可能係只係分配到1.4個或者1.5個嘅 AS。咁嚟緊你都知道，大家即係近年啦嚇，即係無論嗰個注重嗰個安全啦，又或者有啲事故嘅發生啦，咁喺政府啊或者屋宇署啊、發展局啊裏邊嗰個對嗰個要求同埋嗰個審批嗰個註冊牌照嗰度咧，個把關咧就更加會着力一啲啊。咁所以嗰個難度分同埋嗰個吃香度咧就會更加高。咁所以呢個係你哋去爭取喺香港建築行業裏邊咧一個位置或者賺錢能力比人高嘅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好啦，咁亦都因為咧近呢幾年咧都有啲移民潮啦，係咪？咁有機會係有啲專業人士係外流咗去一啲嘅外地。咁亦都因為近年咧就都幾多國內嘅朋友咧落嚟香港發展嘅。咁佢喺國內做到相當唔錯，咁亦都想發展喺香港啦嚇。咁例如係西北區嗰邊嘅一啲發展咧，政府一啲發展啊。北部都會嗰啲啦，咁嗰啲嘅位置嘅時候咧，咁好多國內嘅朋友就會落嚟就爭一啲嘅工程項目啊。咁佢哋喺呢啲項目裏邊咧，即係亦都會需要係一啲註冊牌照，所以嗰個即係需要呢個註冊一般建築承建商或者頭先所講嘅專門嘅承建商嘅機會咧就大咗好多啊。一來頭先所講啦，法規上個嚴格度啊，審批嘅程度係嚴格咗嘅時候咧，咁嗰個審批嘅難度高咗，咁個吃香度高咗。另外第二就係
移民潮嘅外流啦，一啲專業人士有機會係去咗啲外地啦嚇。咁另外就係頭先所講啦，即係香港而家嘅發展就係即係住向一個北部都會啊，或者相關嘅一啲發展項目。咁亦都多咗一啲國內嘅朋友落嚟香港發展。咁所以嗰個註冊承建商個要求咧就即係越嚟越追求殷切啦。即係好多人都想攞到呢個牌照，咁啊喺香港嗰度做工程。咁呢啲都係令到你如果想競逐喺行裏邊咧，即係賺錢能力比人高咧。頭先所講啦，去到呢一度我哋歸納少少先。首先你需唔要自己要做到一個專業人士啊，例如係 AP 啊、RSC 啊、Surveyor 啊。咁最後一個即係天花板就可以做到一個認可人士啦。咁如果喺註冊承建商嘅門檻裏邊嘅，就係一個註冊一般建築承建商啦，或者小型工程承建商啦，又或者係 CIC 裏邊嘅一啲嘅即係20幾個範疇裏邊嘅一啲註冊承建商啊。再高檔啲嘅就可能升格到去一啲發展局裏邊嘅 A 牌 B 牌，咁佢裏邊都有5個範疇嘅嚇。咁睇下大家有冇慢慢去擁有呢啲咁嘅牌照啦，或者一啲專業資格啦。咁而家講到咧就係頭先所講係你擁有嘅專業資格同埋一啲牌照，咁再加埋一啲自己嘅特質。嗱，呢啲人士一般嘅特質係咩咧？佢係好識得一啲嘅法律條文啊，除咗係佢係專業人士之外，法律條文啦、文件嘅處理啦、一啲關於屋宇署啊或者政府部門一啲嘅文件，佢好熟悉啊。需要咩文件去完成或者去遞交先至可以做到，或者每一個入表嘅時間啊，點樣控制啊，點樣同政府嘅部門嘅磋商啊，同承建商嘅磋商，同業主嘅磋商啊。咁呢啲佢哋都好熟悉嘅，幾時入，點樣可以控制到個工程嘅 program 咧，可以 on time 咁樣完成。咁另外就係會講緊係同有關部門咧嘅聯繫溝通。咁好多時啦，如果你唔熟悉法規或者唔熟悉嗰個流程咧，就好難同即係政府部門或者屋宇署嗰啲咧傾翻嗰啲嘅圖則啊、法例啊，或者一個審批時間啊咁樣嘅。咁另外除咗佢同業主或者係嗰啲政府部門或者屋宇署嗰度溝通之外咧，另外當然亦都要同到下邊嗰啲嘅承建商，無論可能係一啲譬如開會裏邊可能好多唔同嘅 subcontractor 啦、contractor 啦，咁所以佢除咗要拿捏文質彬彬嗰邊嘅，可能係發展局啊、屋宇署啊，或者係承建商同呢個 developer 裏邊嘅溝通，咁佢哋可能同你傾嘢嘅時候咧，就係即係着晒西裝斯斯文文咁開會啦嚇。咁亦都要熟悉同地盤嘅溝通，即係有啲個底氣啦。正所謂有啲即係江湖氣嚇，咁先至可以容易咧大家溝通到嚇。唔可以下下都係泥硬啊，或者係泥軟嘅。太過硬淨嘅時候咧，就冇人會服你嘅。你太過軟嘅時候咧，乜都話好咧，咁好多嘢都會俾人哋即係震懾住。咁所以佢呢啲專業人士或者一啲頭先所講攞咗牌照嘅承建商咧，佢哋嘅溝通能力，除咗係熟呢個法律、法例、地盤嘅運作，無論係安全啊、環保啊、屋宇署嘅條例啊、supervision plan 啊、practice notes 啊，或者係一啲地盤嘅trade practice 之外咧，佢亦都即係拿捏到點樣同即係上流嗰邊嘅，無論係政府部門啦、屋宇署啦，又或者同佢哋同級嘅顧問啦，同埋亦都可能係同佢哋下邊唔同嘅類別嘅 contractor 嘅一個溝通啊。咁呢個亦都係你需要拿捏嘅嚇。咁再去到啦，你敢唔敢於承擔嗰個法律責任？頭先所講啦，如果你做咗一個註冊一般建築承建商或者其他承建商裏邊個獲授權簽署人或者一個負責人啦，有啲好多人就會驚而家話好多唔同嘅法例令到自己咧就好容易上身。咁其實咧都好多人問過我呢個情況嘅，我點樣去同大家溝通呢一件事咧？永遠你嗰個能力越大咧，或者你個責任越大咧，你嗰個即係一般都係賺錢能力咧比人高嘅。
咁即係話你嘅承擔能力比較高。咁但係點樣去又要想攞到呢個權力或者嗰個賺錢能力比人高嗰個嘅優勢，但係又即係風險又唔好咁高或者降低咧，或者甚至冇咧。所以你就係點樣去應對嗰個，即係點樣去 monitor， 點樣去睇住嗱。例如如果你作為一個承建商裏邊嘅獲授權簽署人，咁如果你係要簽名嘅時候，好多時你咧所有嘅工程裏邊咧去到一啲 critical moment， 其實你係必須要拿捏到成個即係建築裏邊嘅流程啊，有啲乜嘢嘅風險位啊，有啲咩文件要入啊，有啲咩譬如例如安全上或者環保上一啲嘅risk assessment 啊，或者一啲嘅form 去要入俾關於屋宇署嘅唔同嘅 department 啊，每一個階段嘅驗收啊，你自己下邊嘅TCP 班子，譬如 T1、T3、T4啊，甚至有時 T2啊，甚至係 critical stage 嘅 T5啊。嗰啲你有冇做好把好關咧？有冇要求佢哋做好每一個 supervision plan 裏邊嘅環節咧？你又熟唔熟悉嗰個即係建築物條例裏邊嘅要求咧？咁另外啦，就環保啊、安全法規裏邊咧，咁裏邊一啲嘅要求你有冇跟足啦？咁同埋就係譬如一啲嘅註冊一般承建商裏邊嘅 practice note、PNRC， 同埋你熟悉一啲地盤運作裏邊嘅 trade practice。呢種種，如果你能夠熟悉嚟到 monitor 到，而 critical stage 嘅時候，你亦都去可能係巡視喺地盤。如果佢哋發覺佢哋有嘅做得唔足夠啊，啲文件入唔齊啊，或者嗰啲安全措施做得唔好啊、不恰當咧，你係有權去出一啲 memo 叫佢哋更正，又或者叫佢哋執好咗先至簽一啲嘅表格俾佢哋。咁嘅時候咧，就對佢哋咧就係有一個 monitor 嘅作用，亦都要求自己 TCP 班子咧喺日常嘅時候做好呢個即係我哋所謂嘅continuous supervision。咁嘅情況之下咧，你就會即係守到自己嗰個 AS 範疇裏邊嗰個關口啊，就唔係話我近排好多即係唔安全嘅工程喎，咁自己就會怕咗啦，就唔去簽，跟住就放棄呢個位置或者放棄呢個權力，亦都放棄咗呢個即係賺錢俾人多嘅機會啊！咁所以其實係要拿捏到自己點樣個風險。咁啊，舉啲例子啊，唔通好高級嘅啊，可能啲司局長或者甚至係即係啲唔同國家嘅國家元首，咁個風險都係高嘅，係咪？咁點解都係咁多人爭住做呢啲位置咧？咁當然係因為佢哋即係會有更高嘅權力啦，同埋即係利益啊，或者賺錢啊，或者係點樣去貢獻俾社會啊？咁都係一個好多人爭奪嘅一啲位置。咁呢啲位置點解佢哋會咁想做咧？既然咁大風險，咁當然係因為即係能力越大啦嚇，責任越大啊，收穫亦都越大。好啦，咁啊，除咗頭先所講嘅，咁所以就係好多人都會除咗自己嗰個本身嗰個專業咧，可能都會爭取其他一啲額外嘅範疇嘅專業資格。例如可能我已經係一個 AP 或者一個獲授權簽署人啦，即係 RGBC 裏邊。咁我可能我爭取我再讀多啲內容啦，可能我係再修讀一啲嘅project management 嘅課程啦，修讀一啲law 嘅課程啦，對嗰個合約嗰度我哋嘅知識更加豐厚啊，係咪？可能收集一個MBA 嘅課程，即係睇自己個管理能力再強一啲。咁呢啲都係可能係喺專業範疇裏邊咧，再加1個至2個咁嘅專業資格。咁啊，我就唔提議大家咧就即係10幾20個嘅專業資格都攞晒嘅。咁啊，有即係1個至3個嘅專業資格咧就最完美嘅。咁咧就最緊要做得好，同埋咧你嗰個專業資格裏邊咧，你都係做得比人好嗰個嚇，就唔係好 general，即係讀完書或者考完個牌，完全都唔記得晒啲嘢嘅。咁嗰啲牌照咧，你就算攞咗咧，都未必拿捏到佢個精髓，或者攞到嗰個最高個效果。嗱，咁今日咧就同分享咧，就係關於你點樣比同行賺錢比人多啊？其實究竟你係要擁有啲乜嘢嘅專業資格啦，或者牌照啦，或者個人嘅特質。咁頭先所講啦，即係專業牌照嘅關於即係譬如你係天花板嘅 AP 係嘛？咁你可能之前係攞咗結構工程師、Civil 或者 Building 或者Surveyor、Building Surveyor。
即係種種嘅都可以去最後可以做到 AP， 又或者你攞一啲嘅建築牌照，例如 RGBC 啊、小型工程啊、CIC 裏邊嘅牌照啊、專門嘅承造商啊、BD 裏邊嘅專門承建商啊，都係一啲嘅即係可以註冊嘅範疇。咁另外就係講關於嗰個個人嘅特質啦，你係咪擁有一個即係同無論係業主或者係嗰個政府部門、屋宇署、發展局，甚至係同自己嘅同輩嘅顧問，又或者係可唔可以 lead 到佢哋啊？同埋你可唔可以同你下邊嘅承建商咧一個好密切嘅溝通，係啦。咁啊，最後咁啊，希望大家就中意呢個頻道。咁你自己又擁有呢個幾多個特質啊？同埋有冇準備頭先所講嗰幾個範疇裏邊咧？更加去做好自己，令到自己咧喺行業裏邊咧揾錢比人多。好啦，今日同大家分享到呢度。中意我哋嘅頻道嘅，記得就 subscribe、like 同 share 啦。我哋呢度係 Terrace Chill Building Coach 趙善立建築教室。OK，拜拜。